新闻头家先来关心，这波寒流实在有影真寒，好佳在上寒的时阵已经过啊。对今仔日时开始，各地就会变较大冷，中南部气温嘛会明显回升。不过今仔日伫咧台北、桃园、新竹县，佮有台中部分山区的学校，也是因为天气伤寒，要放低温假。 今年冬天上强的寒流来，全台湾拢正冷。气象署对22个县市发低温的警告，有一寡所在温度也是有可能降到10度以下。从今天晚间一直到明天的上午，各地都还是有8到12度以下的低温，尤其在嘉义以北、宜兰还有马祖、金门，局部的低温在6度以下。而今明2天沿海风浪还是偏大，也提醒大家前往海边活动要多加注意安全。 因为这边的寒流正冷，今仔日正常上班停止上课的学校，包括台北市阳明山国小、桃园市复兴区的三公国小、巴陵国小、光华国小、高宜国小、新竹县尖石乡、玉峰、石蕊、秀峦、新光国小。 台中市和平区辖区内的国中、国小甲幼儿园，淹果自今仔日日时开始，雨会较少，天气是多云甲好天，会当看到日头。天气对湿冷变做大冷，中南部地区温度回升较明显。只个若剩北部、东半部甲中部的山区，也有一寡南山啊雨，因若落雪是悬山较有可能。 高山上面的话，其实目前的气温也都比较偏低一些，所以说虽然几率降低了，但明天呢还是不排除可能在3000公尺左右的这种中南部的高山上面呢，会略微有一点点降雪的几率。气象署讲，这边入冬以来上强的寒流，相加温度比2016年北方级寒流还阁加3度较低，威力无遐尼强。 不过，根据消防署统计，一直到昨日到5点，全台湾从送到病院进前无喘气、心跳、乌卡的死亡人数53人，是毋是甲天气冷有关系，也怪确认。但是天气冷、温差大，确实容易造成死亡。厝内若是有4大人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，一定要穿较少咧，尽量莫出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